夜幕降臨嘅小鎮，喺室外遊蕩嘅人，冇一個可以逃過一劫。一班唔知頭唔知路嘅外地遊客，一開始仲以為係講笑，直到警長拎出手槍，佢哋先驚到死死地走入餐廳。隨住夜越嚟越深，副警長李強關咗大門，遊客們變得更加坐立不安。女司機行出嚟，認真咁警告大家：而家放大家出去仲未遲。唐大嬸直接拎出手中嘅長槍，示意大家好好地坐喺位度，唔好亂走。跟住又再解釋多一次，自從見到嗰棵橫斷嘅大樹開始，你哋就已經出唔返去噶啦。遊客們忍唔住驚訝：點解你會知我哋嘅遭遇？唐大嬸面色沉重：我哋所有人都見過嗰棵樹。認真啖警告大家，總算鎮住咗大部分遊客。但係隨住時間嘅流逝，大家嘅心又開始躁動起身。一名遊客突然企起身，諗出去睇下。副警長連忙上前阻止：你係咪想害死晒大家？呢位遊客都係急到眼火爆，直接拎走警長身上支手槍。既然出面咁危險，咁我哋一齊出去啦。唐大嬸面都青埋，坐喺度嘅各位冇一個走得甩。但遊客到而家都未見到所謂嘅危險，叫唐大嬸放低武器，唔係嘅話佢就要開槍殺人。唐大嬸就一面堅決：就算你殺咗李強，我都唔會放低支槍。突然門外有人拍門，李強趁佢唔備，直接搶咗支槍。到咗呢刻，大家先聽到街外面陸續傳嚟淒厲嘅慘叫聲。惡魔大屠殺終於開始咗，因為日頭嘅時候，部分遊客趁亂走散咗。呢家仲未知道夜晚嘅恐怖。小鎮居民捲髮者想提醒大家，突然有兩條人影從轉角處出現。男友埃里克拼命拉佢入房，只見門外嘅兩個人笑得好詭異，不停咁講開門。原來佢哋就係傳說中嘅惡魔。捲髮姐急到跳腳，企喺窗邊大聲提啲遊客快啲走。可惜人哋當睇唔到，居然仲同隻惡魔友好咁握手。埃里克不斷勸佢理智啲，嗰啲人注定冇得救。捲髮姐對惡魔嘅恨意升到咗頂點。如果唔係佢哋，小鎮居民嘅生活點會過得咁慘？佢淨係覺得自己就快頂唔順。唯獨一對小夫妻遊客仲算好彩，佢哋無意中闖入咗鎮上嘅酒吧，門邊仲掛住塊符咒，幾乎唔使擔心會有惡魔闖入。可惜佢哋兩個都唔知呢度有禁忌。聽到出面嘅喊聲，佢哋仲喺度傾開唔開門出去救人。但係就喺呢個時候，門外有人敲門。聽到人話自己係旅遊大巴嘅，個男人諗都唔諗就開門。茶餐廳正門口有個笑騎騎嘅惡魔，慢慢行到大巴旁邊，猶豫咗一陣，佢就開門上車。當裏面嘅燈着咗，幾個人影一閃而過，惡魔呢個時候先發現座位後面居然藏住活人。只見佢獰笑住慢慢起身，逐漸越過一排排座椅，終於揾到兩位躲藏嘅老人家。惡魔露出咗真面目，而街上傳嚟嘅淒慘叫聲令小鎮居民朱莉越嚟越坐唔定。佢老豆仲被困喺廢墟下面，好有可能遇到惡魔嘅毒手。副警長李強不斷出聲安慰，而家最好嘅辦法就係留喺原地。曾經有無數居民同你一樣，我哋一定要學會堅強同忍耐。而被壓喺廢墟下面嘅吉姆幾人，而家真係有苦講唔出。呢度都算唔上係密閉空間，又冇符咒保護，一定要保持絕對安靜先得。點知就喺呢個時候，嗰個昏迷嘅遊客突然醒咗，佢都唔知惡魔有幾恐怖，發現自己被困喺廢墟下面，驚到大聲叫咗出嚟。最近嘅酒保不停安慰：兄弟，你千祈唔好出聲。但係壓喺身上嘅寵物幾乎令人透唔到氣，突然忍唔住咳咗幾下，攤血跟住流咗出嚟。一攤血跟住流咗出嚟，呢位遊客更加緊張啦，明顯係日頭嘅塌陷，搞到佢內臟受傷，時不時發出嘅痛苦呻吟喺夜晚顯得特別刺耳。酒保心裏邊更加急，甚至想行過去捂住佢個口，但係下一刻，一個面目猙獰嘅惡魔淨係覺得成身都唔妥。而佢離遠嘅餐廳裏面，大家聽得更加清楚，啱啱先安定落嚟嘅朱莉又再爆發，
無論如何佢都要救出老豆。唐大嬸出盡全身牛力，朱莉只能夠無奈咁癱喺度，跟住忍唔住嚎啕大哭起身。旁邊嘅遊客都忍唔住感動。呢一種生離死別嘅真情流露，真係唔係個個都演得出。而困喺枯井裏面嘅警長，好唔容易跟住條繩爬出嚟，點知發現救自己嘅，居然係個瘦到得棚骨嘅老頭。警長即刻大驚，不停咁左望右望，想知自己究竟喺邊。突然發現周圍牆壁上固定住咗幾具死咗好耐嘅乾屍，得返眼前個阿伯仲吊住啖氣，但係佢早就冇咗求生嘅意志，話自己轉入一個樹洞之後就穿越咗去惡魔嘅巢穴，佢就咁被吊喺呢度，過咗10年生不如死嘅生活。阿伯只希望警長可以開槍了結自己，但係警長點會見死不救？尤其係知道對方都參過軍之後，想救人嘅心更加強烈，直接拎出護符向住鐵鏈砸過去。突然外面傳嚟好聽得嘅音樂聲，阿伯面色突然大變，叫警長快啲走，嗰啲惡魔會喺音樂停之前出現。警長好奇咁左望右望，終於發現聲音係嚟自一個音樂盒，都唔知佢點解會自己開。警長就理都唔理，堅持要救走眼前嘅老人家。當佢好唔容易砸開一邊鐵鏈，唔遠處嘅音樂都就快完，老人家只係覺得成身都好痛，忍唔住彎低身。警長連忙走過去扶住佢，但係無意中見到佢手臂皮膚裏面竟然有好多凸起喺度蠕動，而嗰位老人家就跟變咗個人咁，手臂一揮就直接捉住警長個膊頭。警長用盡力氣先至甩開，但係發現老人家已經冇咗呼吸，佢唯有拎起火把，手震震踏行出石室。點知跟住佢就眼都凸埋，估唔到呢度仲係森林裏面，喺夜晚籠罩下，佢連東南西北都分唔清，更加唔講逃返小鎮啦。點知就喺呢個時候，一隻獵犬突然出現，跳幾下就嚟到警長面前，好似要大路膽，可惜未跑出幾遠，嗰隻獵犬就唔見咗蹤影。但警長連鬧嘅心情都冇，只見佢快脆撲熄手中火把，跟住就蜷縮喺一棵大樹後面。樹林深處有幾隻惡魔，警長不停喺度念：你睇我唔到。豆大嘅汗珠從額頭滴落，可能係護符嘅作用。呢班惡魔真係冇察覺到警長嘅存在，同佢一樣心驚驚嘅，仲有啱啱逃出惡魔巢穴嘅奇怪男馬克同貝莎。睇嚟天黑前趕唔返小鎮。馬克就淡定到不得了，帶住貝莎行咗一段路之後，居然去到一架廢置嘅貨車附近，好熟練膽打開個貨櫃門，兩個人快脆膽轉咗入去。估唔到呢度居然係馬克拎埋嘅據點之一，入邊唔單止有電燈照明，甚至仲有啲過期嘅食物。馬克叮囑貝莎，只要匿喺裏面保持安靜，應該就會惹到啲恐怖惡魔。貝莎就一臉疑惑，點解你會喺野外準備呢啲嘢？馬克同佢講，自己好細個嘅時候，阿媽就帶過佢嚟呢度，日積月累，自然儲咗唔少物資。兩個人傾緊偈，外面突然有腳步聲，跟住大門被人推開，原來係警長逃到嚟呢度，佢身上仲有塊面，睇嚟今晚可以安心啦。突然唔遠處又有個人影，大聲叫救命，見到個男人後面跟住幾隻惡魔，佢哋都冇時間考慮，即刻叫對方快啲入嚟。好彩喺惡魔追到之前，關咗貨車大門。呢位男子真係命大，原來係來自鎮上嘅旅遊大巴車。之前仲發過惡夢，硬係要架大巴停低，都算係間接救咗所有人。察覺到埃爾金冇惡意之後，大家就開始自己做自己嘅嘢。警長當然係包紮奇怪老者整嘅傷口，而馬克就習慣性咁寫寫畫畫。佢話自己成日會喺夢入邊見到啲奇怪嘢，於是就將佢哋記低，防止有一日忘記咗，令到警長同貝莎睇到眼都突埋。畫上面嘅嘢居然全部變成真，唔覺唔覺中，一抹陽光從門縫度照入嚟。佢哋終於等到天光，茶餐廳部收音機又響返，熬咗成晚嘅乘客難免有啲捱，得朱莉最快反應過嚟。恐怖嘅夜晚終於過去，個女仔以最快速度衝出餐館，
轉眼間就去到老豆喺度嘅廢墟旁邊，帶住幾分緊張同期待，不停咁叫爸爸。而瞓喺廢墟下面嘅吉姆，好似感受到召喚咁，突然擘開對眼，好艱難淡做出回應。廢墟外面嘅唐大嬸啱啱鬆咗一口氣，連忙叫大家清理廢墟。得少數人發現瞓喺地上血肉模糊嘅屍體，個女司機就本能淡返去大巴車裏面，鮮紅豔麗嘅血跡顯得特別刺眼。而喺大巴嘅後排座位旁邊，兩個老人家嘅屍體散落一地，另一邊行出貨車嘅貝莎，無意中從柯爾金口中得知餐廳隔籬間屋冧咗，佢即刻意識到對方講嘅就係自己屋企，於是飛快咁向小鎮方向跑去。警長啱啱準備追上去，但係發現自己嘅皮膚表層居然有幾條明顯嘅凸起喺度喐，佢個心忍唔住大驚，唔通係俾嗰位阿伯灼傷之後感染咗？以上就係《夢魘絕鎮》第二季嘅第二期內容。鍾意嘅朋友